如果要開始任何嘅嘢之前，我諗要喺開始之前一定要去諗嘅事係，我到底點解想要開始做呢件事？我係為咗啲咩嘢而去做呢一樣嘢嘅呢一個問題先。喺做任何嘢之前，當然唔係一啲瑣碎嘅小事，而係有啲咩嘢重要嘅目標想去達成嘅話，咁應該要問下自己，我到底係想要點樣去做先？因為咁樣可以慳返好多時間喺自己其實原來唔係好想做嘅嘢上面，然之後真係知道自己點解想做嘅話，都可以有一個明確嘅方向畀自己。咁樣嘅話，無論係想做定唔想做，都會變得比較清晰咁。至少，如果我自己可以說服到自己，無論係咩理由，如果說服到自己嘅話，咁自己就會至少有呢一份嘅信心，想要去達成或者想要去做到啲咩嘢嘅呢一個慾望。咁樣嘅話，先至會令到之後嘅一切，無論係學習定係做啲咩嘢都好，喺嗰個時候我就會有一股動力去做，而唔係話點解要做一陣咁諗完之後喺度唔知做緊啲咩，咁樣就過咗好多日咁樣。其實根本喺度唔知做緊咩嘢，咁樣就死得啦。咁樣就真係慘。咁樣就喺度嘥緊自己啲時間，明明自己係唔想做嘅事，自己仲要去做，所以無論點樣都好，呢個都係自己同自己對話方向之一。所以，呢一個應該可以叫做呢一個同自己對話嘅方向之一嘅實用方向，就係咁嘅。雖然都有其他方向嘅心情，有啲想法方向，不過呢個應該係一個實用方向之一。大概就係咁樣。